台南市一名50歲林先生，因為大便有血，進一步接受大腸鏡的檢查，發現是大腸癌。經過衛福部台南病院外科主任運用雨果機器人的輔助微創的手術，讓患者在手術過後，真緊就來恢復正常的生活。手術系統現在最進步的，大概就是機器人手臂的輔助微創手術。那院長引進這個新的技術之後，我們各科包括泌尿科、外科、婦產科，都可以借由這個機器人輔助的微創手術，來進行更精確，然後更進步的一個先進的外科手術，算是對病人提供更高一層級的一個手術服務。衛福部台南病院外科主任表示，台南病院發展微創手術已經有10年的成效，一直到去年才引進雨果機器人的輔助微創的手術系統，同時嘛是國內頭一間引進該系統的衛福部體系的病院，提供病人先進優質的外科手術的治療。台南新聞陳奕樹、林根採訪報道。